做工啊，就睇到擂台都上咗嚟改觀啊，來280年嚟。米羅索看呢來來也我改觀家屬健康到該乾水啊，我利用該乾水啦，我不怎麼做呢樣改觀啦。也是嚟到也用水的水源頭，還沒有潛水分。頭擺油太淡成貨，對水嘅地方多，也唔係咧。整治河溪一熱都光光，冇辦法，前面太水了，整個都冇流香香。流水啊，事实上就是地面水的转换到地下水之间的一个过程。台湾有众多嘅高山，高天天的山呢，一撮连成一撮，同水汽挡下来，形成落叶。山顶方的雨水浸到地底下去，就会一定波嘅地下水资源。水分作雨水、地表水同地下水。地下水又简单分作含水层嘅地层水同沙甲层下背嘅暗流水。水伫地底下紧流紧沾，遇到湿碰，也喺地层较唔适贴嘅所在，就会出潜水。拿这个水哈，你主要的作用做什么？泡茶啦，或者是煮饭的那个水啊，口感一不一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好，没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我没有消毒水的味道。嗯，你们从哪边来？我们从壮围来。壮围哦，哇，有一点距离嘞。伫台湾东北偏嘅宜兰县，县内山片有高山，雨水众多。是直到南洋海见落雨，就河坝水平河平坎。故说全县有15%嘅面积係河坝水打出來嘅山形平洋。要認真氣候同地形嘅關係，係台灣少數無水區，啥又唔會欠水嘅地區。宜蘭三面是環山的，一面是雪山山脈，一面是中央山脈。在中央山脈上面啊，就說有一座山啊，就是南湖大山。这个南湖大山是3742公尺，南洋溪从南湖大山流下来啊，从3000多公尺到300多，冲刷就非常的严重，大量形成砾石。现在我们这里有砾石嘛，对不对？假设我们河水在这里，在这种砾石堆里面，水是留不住的，所以说这个水往底下渗，啊渗到地底下一直在流动，形成一个湖流水的现象。那先民有一个智慧，如果它是三面环山，那一面是开阔的，我把开阔这个地方啊，把它围起来，就形成一个皮塘。金泰岸边伫宜蘭燕山鄉太湖村，一個水源頭就係地底下嘅潛水。清朝嘉慶書嘅羅珠江啲不潛水嘅所在作平頭，扣起來就係比塘，又夾咗金泰岸圳。比塘老圳嘅地方有豐富嘅生態，每位菜田人家庭嘅有多不少嘅前緣來路。好，我跟你倒來吼。在較同意啊。好。這種全球頭呢嘛，你望嘛睇喎。我只能夠睇唔到。哦，以前弄樹安尼攏免弄台啊，就是。我看到。沒看到。以前這邊的居民啊，閒暇之餘啊，那就忙着啊，可以賺一點外快。
啊，这里鱼虾、贝类的都很多，可以说整个大湖地区它的一个生命密码。金大安皮除了灌溉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它可以做一个运输的作用。当时大湖地区这些村民，他的农产品透过船舶在渡头这边集合。早上，宜兰太湖地区生产嘅农产品，像火炭、稻米，就会送到渡船头嚟雪种。等金太阳比嘅港门打开来，让水到船内方，船呢就会顺着水自动下去，直到嘅用时嘅宜兰上。当东西买摕过后，再个同油、盐、布料，一到日常用品再到转来，一地度含天促杯油用泉水焗出来嘅酒。其实这里的土地本来都是公卖局的，县政府把它放领给老百姓，所以公卖局有一个古井，就是在我们土地里面。拄入来，这老伙仔就甲咱讲说，这拢会出泉。到要拍点仔甲的时，拄拄落大雨啊，啥哇，规个教练场，这拢出泉子。哇，这有影出泉是足恐怖。啊，是因为我甲扣来迄条排水沟了，加水才开始才袂安尼出泉，无这拢嘛压起来。有听这里的耆老讲，是说这个井啊，下面有一条很大很粗的水管，直接接到公卖局的2楼。日据时代，宜兰酒厂有一个金鸡牌的酒，就是完全用这里的水。不知道哪一年的水灾把水管冲断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才没有用这里的水。宜安酒厂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时代，有林清夷家族，他们怀念福建家乡的酒，他把红露酒带来宜兰地区，这边开始创立了宜兰酒厂。红露酒的历史就是从这边开始发迹。现在你们看到的红露酒呢，就是在我们酒窖里面在熟成的酒瓮，这种瓮是会呼吸的，而且是这种上宽下瘦的。让这边有一个空气可以流通，这个酒瓮就会呼吸。那我们看到表面会有一些酒曲菌的存在，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在里面熟成的酒呢，有这些天然的酒曲。这一批刚好是4年左右的熟成的酒了哈。那酒瓮的话就超过了100年，这些酒瓮就不同批的，从福建那时候留下来到现在，都非常有历史。宜兰雪山山脉的地下伏流水呢，经过层层的矿石过滤出非常纯净甜美的风味，刚好可以跟红露酒这种发酵的酒类呢，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让红露酒呢有台湾的味道。第雪山山脉是片沙嘅桃岩石，系高光体嘅体型。印证高光体同高光体当中嘅高大压，暗流水顺着高光体嘅顺风流出来，也系暗流水动作嘅素材。桃岩八地区嘅受理，印证水源动作，做上青岛人会讲。含透嘅受理谱，深唔透嘅受理面，也記老古言語，就看得出嘅樣式有幾豐容、幾複雜嘅。这啲太下我流出嚟嘅啦，冒產，清楚就以為啊，住客現來台都以為都根本冇這樣啊，所以你看得到啊，會流出嚟啊，流下都啲個流就見流。
个抓有机会唔会停水啦，除了讲做旱哦，要下细点啦。野味嘅潜水量稳定，跳长年就常流无停。就算遇到天旱，免唔失河沼水量。有认真水对两粒太石头碰碰扑出来。老主讲日见日，对野石头又尊敬又祝福。天天嘅发展起嘅石外庙，变做係一个信仰嘅中心。係咪叫冇落水嘅水，唔拉到喺橋上冇用波夫啊，佢那叫冇落到水下嚟用啊，見到冇水橋不落水。以前科學醫學無法大家吼，佢祖先佢都認為講一石骨吼，特別太烈，要同一般的石骨無共樣，佢都認為講一定係生命啦，所以佢就會自講一按呢石外啦。一罐水吼，不但係濕水也是野味，甜到濕水咩是野味嘅水，含一般平常時都有一條北鄉裏頭吼，嘅富人家裏頭嗰啲洗衫褲啊，哦洗菜啊吼。含住利用洗菜時間，就到時去交流嘅，到時陣我傳來傳去，陣我地方最近有某個事情發生咁樣。我記得細間吼，我把呢度耕田用水吼，台灣做嘅沙外也要用水啦。一田吼，高高大大嘛，也做嘅祖先嘅嗰種嘅智慧啦。像你吼，當波也要有水，大下要冇水吼，我必須留下嚟啊！我一奶小個奶不要走吼，哦，看佢水就下去嘅。哦，啱嘅也要大下做有水嘅，但當波水做冇水，啱嘅。水質唔好浪費，提出錯嘢，條件適好嘅，我帶下條適係容易咧。哦，像我哋一邊切啲嚟都切下啲啦，我哋水質唔好下去嘅。老祖講順定地形嘅高台來開田，按樣清淡風嘅丘田會先變黏水，再個就順勢流到下丘田，按樣搭隻丘田就會有水好用。有旱透嘅水就得到清好嘅利用。田丘唔但將愛水來用，每噸水同本水流過嘅水路，做嚟講哦，係一定超值嘅用水之費。老師，上嚟食飯嚟啦！上嚟食飯啦哈！慢點，慢點。同宜蘭縣桃園社會裡有安足嘅水源比起來，甲個下去係愛山嘅地形嘅魅力，地形較定較起，我頓水就無按改。帶啲魅力縣西湖鄉金石村嘅後金台，因在2022年做田旱做到當厲害，欠水欠到佢哦，實在無干無實。一啲係種白酒，喺度增加啲鹽味講。田旱越來越旱，呢度個防換作物又較越來越好嘅樹神都鹽味當我大也喺度正，特別係幾咩處聽嗰度黏起來，殺到也都冇水好處嘅。一係後金台埋下一搭農地過後，大概天意好正，唔過一下哦，一係新疆乜冇水好處嘅。特別按什麼水，一兩桶嘅水也出到冇一尺嘅水啊！嗰個早餐也用唔到水啊！看到有水嚟講，根本冇辦法有水，裝唔到水啊！冇法啦，天災啊！因為也天旱人哋冇水咩，冇水伊個佢都來偏都來咩，都淹死。特別係幾咩處聽嗰度黏起來，殺到也都冇水好處嘅。總是呢，因為佢用少水生，佢用水少，差唔多一條，差唔多1年都1公升左右嘅嘛。
也按多年來落雨嘅日數唔拉，一下落雨要重用多嘅用嘅，水落下來到天內，一下就不太水要流走嘅，並無充分浸入地底下，唔是結叫要半半河走水量。不過曉景台還係堅持喺耕種，望定會有指望。啊，都到田多度啊，從來種農家人嚟度啊，冇度有一年忙過一年啊，農家人清安啊，偏激啊，呀，清安。種嘢你都冇效嘅，因為田旱嘅就怕咩？如果慢慢嚟試，一拍個機體，你都冇效嘅。一個田旱嘅操成咧，一下佢一發佢要個春上就來，一用嘢咩冇好事啦。我佢出來咩，佢要嘛，佢兩個白強下呀，一跟住去，就係一衝眼嚟前方眼嚟要嘛，一啖咪黑啊，衝眼嚟全部都係春香啊。田旱要按吸收嘅天時，是指到高數較無抵抗力同免疫力。主要嘅病蟲害粗皮蟲同尾車，帶來當嚴重嘅傷害。曉檢台要愛潛水，要行較愛防蟲。不過就為有好嘅水性呢，無法度來削弱嘅濕蟲。肯定高數項雜雜嘅粗皮蟲，曉檢台一家家3萬做，前面實做無本錢呢。做農業，因投資看唔到嘅投資成本重啊！老人家做得啦，講啊加減啦，你就穿落嚟就嚟收費啊，你做得啦，退休也做得啦，唔好希望舒適，希望越快樂安就好。長久以來，曉檢台就認真用水唔拉，咩都從土嘅用嘅。不過，苗栗其實有5處水庫，一條水庫嘅水就提供本新竹、台中嘅工業同民生來用。一條做啲河壩松節嘅水庫，同水擋下來，使至到東岸到下節嘅水少加動多。兼且天面巷嘅水係唔拉，暗流水咪會停停變少，有陣時候還可能就冇睇咧。曉檢台嘅兩後沉水漿就走啱啱嘅，係田旱太過厲害，也係水資源分配唔完整嘅暗用咯。增设这个鲤鱼潭水库的话，是拿我们燕里跟通霄这2个镇的计划书下去盖鲤鱼潭水库。可是盖完之后，大甲日南工业区那时候就是成立，我们苗栗的水就卖给台中，所以就是牺牲掉我们通霄，通霄就没有水圳可以灌溉，都是用藻井灌溉。苗栗同小鎮嘅梅蘭里。早上每只認真水源唔足，愛做乜嘅就踢樹踢腳，有田冇水，做乜嘅就半工不繼。阮細漢嘅時才出世啦，我即馬是做田做，我即馬是90歲啊。咱時陣啊，搞了無水，搞就搞到按用錢嘅，種甲等雨來啊，才落掃草嘅。無雨來就稻啊較大丛，學稻啊掛起來牛食，我就了去啊。當溪仔水敢無？溪仔水有啦，要行到溪底了，而且愛20分、15分。一工差不多愛。早時擔5擔，尾仔嘛是佫擔2、3擔，安尼一日擔2擺。溪仔水若正經控完，溪仔水嘛打去。要若無控完你著洗衫，攏會去甲溪仔去洗，無就無水好洗。用水按件性，耕種人捐靠前吸濕嘅土地來熱，一出水庫來燉水飲田。
一种影片嘅方式，一般来讲，爱山嘅天气就会安样。高大道无电，山路就开一个运骨，用加汤啊，油帮去北，你一头我一头啊呢，接到对骨仔底，拖唔是油帮去啦，较起来严嘛。较济就啊较久啊，啊有诶就较骨仔底对无去啊，打去啊。哎呀，真是叫我破开我恁看。遇到木哈哈就蒙田吃饭，刘书记上戏上命重要地位前，强人大以后公开用讲我一点奶，我一结成，就会土地北江来吞数指标嘅。啊去问特讲爸啊，讲若弄60票会使哩，你个国家少者上倍，啊讲就搁上倍。我就甲弄顶人讲话，讲什么60票遐吼，搁上倍，一个弄到60票。因为你突然爸有准哦，60票落去吼，无刷运啊哦，敢若这个吼刷运介少。一种大将来利用地下水资源嘅方法，清早要讲转4000年前嘅太乙时代。看沙文係大将師傅來斷水源水量嘅重要根據。喺屏東萬丹鄉嘅竹林村，就有當到一幅卡幾下太人就同人大將嘅村民。鍾新寶係喺也當中一定會大將嘅男人。你为什么要挖这个？这泥土凿井的时候要用到，打下去那个洞有没有？要靠这个泥土去把它粘住填满，才不会你打下去那个洞又整个崩离啊。鍾新寶係後生家下，是村外裝識頭路一步嘅，下後爭轉去家鄉，聽家爸啲屏東平陽鄉同人打仗。對屏東地區嘅水文有相當嘅認識。這個所在哦，大部分攏阮做嘅，每一個地區內底有浮流水，無阮攏知影。以早吼，無這自來水嘅時陣，攏食浮流水，用這個內底民生用水。阮兜有3代的人在這裡。我、阮囝啊、阮孫，這孫嘛是15歲就開始學啊。這套產位吼，一定要好好些。啊，這套開吼，較袂崩，啊，佮較袂即個看做石啊，較袂冰石啊袂啦。屏東平陽有東足嘅地下水資源，這有竹田鄉中南村人嘅傳說講，有落珠江、敦竹江一體大下就會有水潑出來，就按呢炸作到大江嘅優良。天天呢傳到撇得種嘅，然後竹林村有青島人專門同人打仗。地下层伊的水源哦，差不多几尺的有啊，所以咱打下去有沙层呢，就是有水源的地方啊。越粗它的水源就越大。如果像这种一般打起来的细沙，这个水源就比较小，这种粗的比较大，所以我们灌溉就是要打这个粗沙的。请问啊，这即马咧有看水无？有，伊的水位进到伫遮尔，这落去差不多2尺，你就看到水啊。伊的水位足悬啊。阮老爸的时代吼，伊就会晓判断浮流水、甲地下水吼，就是无同啊。地下水，伊即个讲起来清清，啊经过几分钟过长。
浮流水是民生用水啦，加出来就足清。清早开发暗流水嘅方法就系打浆，因真浆度嘅水本还有流通、高温嘅作用，水质呛哩，一般就喊做上浆。提陈水因为同体表较强，较会受到污染，单单就用来灌溉。故说清暗流水嘅水墨，系打浆人一定重要嘅功夫。这口井就是浮流水，坎顶、南州、潮州、万丹、德产，这五沟水、五沟水哦，也是浮流水啊。啊，什么判断你是浮流水？看这个沙质来做决定，这个就顶悬的沙，这袂墨水啊。啊，这第二堆就安，这个沙哦，就是会墨的水。自然会涌上的水，才有这种沙，这个出水量较大，啊，这出水量较少，啊，但是这综合类就有那袂歹啦。打浆人都要热出沙粒的毛，还要看沙粒的体色来断水源同水量，也按到看沙纹。沙粒的无耐质。韩国液态越强哩，就表示水流液态水源较足。暗流水是强力又丰富嘅水源，同现代工厂技术结合起来以后，效益更加显明。1923年完成嘅伫屏东来义乡嘅义丰村。就是重要的代表。我们追求水利水资源工程最高的境界，就是要水质、水量、水生活跟水生态。那我们二翁郡都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义丰村是日本水利卡头期嘅鸟基新品，对台湾嘅重要贡献。佢发现屏东来义是三角体，河坝水当脚就会浸下去。形成河坝底下嘅暗流水，就规划伫堤底下开透水廊，同暗流水透出来用。他要估算在丰水期以及枯水期多少水，他要去计算这个水稻成长过程里面所需要的水量，所以说他会决定在这个地方往地下多少深度才能够把这一个浮流水集结。电测师现在系世界下是看过8次水灾，特殊时期有听人讲过义丰村，就立志要研究鸟基新品跟世界，就按样同义丰村结得同层嘅缘分。这个就是二峰郡所在的位置，这个是导水路，这个圆圈是分水宫。灌溉整个甘蔗田跟水稻，所以说它灌溉所及的地方包括万峦、潮州跟新皮，大概有3000公顷左右。当年11月的到反转月嘅3月的，喺河坝嘅淹水期，电测师将为下去义丰村嘅涉水龙头来勘察。这是三角堰梯的2号井的起点，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三角形的混凝土柱，经过层层的过滤，所有水非常的干净。各位可以看到这水清澈见底哈。虽然河床里面没有水了，但是下面的水还是非常的丰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浮流水。义丰村嘅暗流水工厂，
迄啲雅鲁斯海河坝下尾嘅2.7到9.1公尺嘅所在，做一处大埔涌东方河坝案发嘅涉水龙头。龙头看起来係七角三角形，一片壁顶像係龙头嘅壁嘅样诶，入水面用南巴孔里面炖嘅大闸，咁等摆做开碰嘅浸水面，大闸嘅炖诶一片就接啲南巴孔里面涉水土方。水伫浸水面嘅碰碰浸流下來，另外啲也涉水土面方將平頭嘅所在，比如開出經0.42公尺嘅入水孔，來加添啲水量。浸水面嘅面方比到強沙沙嘅流到涉水土方，含浦嘅用浦強嘅邊嘅所講來動，按樣涉水土土方嘅暗流水清微就會流到松水內塘，流到轉橋方去嘅。我们一直在讲所谓的永续工程，对于河床的生态，包括一些鱼类，它没有做阻挡，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工程。那这水啊，终年不断啊，在100年前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一种工程方式。那在我背后就是二峰郡主要的注水路，注水路中间有一条我们叫做侧向溢流堰。当不需要水灌溉的时候，把闸门关起来，让这个水自然引流回到林边溪。那你们对这条水圳应该有很多的感情吧？哈。对啊，因为长期都是使用二峰圳的水，过去也没有自来水。那现在也虽然有自来水，但是都比较不会用到自来水，因为自来水本身有些消毒的味道，所以比较喜欢那个这个天然的雄鹤，对二峰圳的水，这天然的雄鹤哈。用嘅幾百年呢，韓國也按多年經由鐵桶土石流一條，河壩吞到洞島內，溪水要見碰見割到洞裡開，而逢進煙體嘅河摩內洞板要掉就廢鐵咧。我们经过讨论，我们在它的堰顶上面，我们加盖了1.5公尺的混凝土保护工程。那在之后，我们又在上面铺设了所谓的蛇笼工程，来保护这一座，不要再让它破坏，否则的话，水就会夹带的泥沙进入到郡体，那整个沿线水中就会有混浊有泥沙。同二峰圳強時期起嘅暗流水地下跳水廊，還有屏東冰寮嘅滴滴海圳、雲林古巷嘅坎頭福圳、宜蘭建同村圳，也就係日本人對荷蘭學來嘅講法。這次應用嘅幾下年將推廣到台灣來，到今一切就係正常使用。2021年做天旱，谁知道台灣有一道水庫就走呀呀，連水庫帶就看得到。這時節，苗栗縣同小鎮梅南里嘅江水有會轉變嘅機會。梅南里冇大幫到，有水庫江水會較呢邊，係農業支持工業政策下嘅犧牲者。為到愛爭取用水嘅權益。3萬大兵嘅幾下10年，前面沙引證南四海暗流水各水方案，解決嘅長久以來難剔透嘅問題。因為我們通霄整個通霄鎮24里沒有這個龍騰灌溉的，也沒有這個水徑可以用的，所以現在就是很不容易的爭取到2億的湖流水。我們在溪的下游做這個湖流水截取起來，截取超60%。40%再讓它往下游。這個水塔就是我們現在湖流水的水塔，一個水塔是30噸，
2个就是60吨，60吨的话，它可以灌溉差不多3甲地。因为这边差不多3分多地，靠那个古井出2吨的水，20分钟就没有了，还要再等1天，水才会再出来。我们现在的湖流水工程如果做好了，这边全部都可以灌溉到，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再种水稻了。如果做得成功的话，我们后面还有2期、3期，这些年轻人也比较会回来种水果啦、种稻米啦，什么东西都是要用到水。同梅兰里大兵的按多年来比，迄啲屏东湾湾潜水佛河附近嘅民众就加当好福气。在地嘅潜水夹夹起来形成河坝，跳长年就冲冲冲冲。河坝水带来富足丰裕，农业开垦当家就对头桥可装到5桥，显然是还保存到当好些，还各有特色嘅客家庄嘅。也水迄屯阿妈往下来，也要出潜水，也有可以洗衫裤，可以洗家，洗木头啦，也都有诶毛诶吼，过河过枪。每天都来吗？系啊，每都来啊，除非落太麻雨，我哋都冇来啊洗。喺普通冇乜嘅雨，我哋就来啊洗。20幾歲加來更加係洗到75歲。以前香吉片白粒，我哋都用3粒石頭嚟變一粒，都睇下洗。也自然形成的一个菌路啊，规条准桥全部潜水，而每个一个地方全部安尼不出来，每个地方都安尼一直渗透，水路安尼沾上来，所以都下坡水路也太。伊也偏向看也是咧，嗰度地方，高深厚地方，高无安急的地方，伊个路我看得到伊个有嗰度安尼细坑。伊个水路慢慢的安尼渗透上来，伊每种安尼印象中讲不潜水用安尼，伊个涌泉口安尼水清不唔免安尼。也是咧都安尼样有水的水源头，安尼还没有潜水法。5桥水嘅水源头伫太武山，伊水经过地下暗流。伫5桥村嘅附近呢，也接河坝流出来，形成潜水佛河，有野藏有嘅生态环境。早上客家嘅老祖讲，顺顶东港海行港上，发现呢一片蓝莓地。我哋也总督呢，向流呢已经有22世，伊嘅师徒32年吼，也算嘅话差不多，差不多个300年。早期呢，人睇下现在睇下起伏嘅呢，全部都高压嘅水，高压片呢，嗰安全，如讲伊无山大风下来嘅太水，而将只有也天内底下有浮流水。嗰个伊下水呢，係安全嘅地方，嗰個一定都停落水安尼做無嘅。嗰個伊馬路咩，有咩安尼彎彎曲曲，然伊也係伊停落水。嗰個而像伊下嘅一天我面向水嘛。那里有一条河，他们都，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5橋村嘅潛水，仍然頭天就維持24度。河壩順嘅出入同河壩對方嘅魚嘅下降旱嘅一道，形成嘅完整嘅生態呢。我哋一定無入菜嘅時節，一定會去留嘅水草，喺度水草留嘅，如果撞盤雞啦、豬嘅啦，喺度食，像路下炒菜啦，比如講燒一行菜，如果咁冇去前橋嘅吼，或是去準橋嘅吼，凊彩用本機吼，撞入一盤嘅物嘅啊，鹹嘅，你有鹹嘅又好食。
早期呢，都生产的都失火嘛，伊个品质拢改好，因为伊也有上贵，产量改大，或者人自家生产个都卖出去，卖去台北，品质也改好，改速度反应。或者早期呢，如果到你失火。因真潜水孔嘅出水量一大，港口嘅范围一发，故所做啲清潮水嘅晚晚就会屏东一出名嘅米厂。土米卖到国外去，光景当好。不过时代改变，工种人陆陆续续转做配方嘅经济作物，本但田丘顺后四通八达嘅水准，日见日。上错大弄到见唔到到诶。伊也是个富区的天内呢，三角体国度，或者连路讲种甘蔗啦、香蕉啦，米下路强诶开始流行的时，连路全部都种强诶。或者亚头年代嗰度竹头的地方，都必然多下来种强诶，因为遐强诶真好教啊。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嘅转变，后生人爱出去读书识头路，凡用闹热嘅小镇进来进点数嘅。刘建群嘅做法同伊无共样，佢做起保育者同五桥村嘅水文化韩国生态又再个带动发展起来嘅。因为后生嘅时间係睇啊，係歸來，我爸爸有幫我一個信仰，啊，都提講哦，人哋沙期改多嘅資源，只講他個年紀唔曉得用去利用，我哋後來有想過也是都，利益嘅方法都做比較，唔是講像做的做比較。嗰度水草嘅時節啊，最重要如果原來唔可以入去種牆，因為我哋河床其實我們觀察，如果每年清淤它去干擾河床它會造成一個泥沙快速的流失，你的河床會越來越低。你有水草，不要讓它很快速的一直掏空，那個河道的壽命也會比較長。希望講，迄個就推動一個環境的改造啊，因為我哋流水嘛，都濕地嘛，磨位啦，水生植物來做取代那個牆愛樹，安尼都會對一個社會各有變化。看至少都我哋流水世界級的特有的水草，像類雀柏啦，一個福菜都有。改強嘅水質過濾嘅效益嘛，所以一種人哋會去富裕，會去種。五橋村因真水落發展嘅文化，動動停停劉建群嘅三網大兵有個生存嘅機會同希望。是講愛將論日用嘅水準灌溉，殺因真水準舊模樣嘅，韓國有啲私人嘅土地項，故所當難去爭議。有各種困難。其他拍講被認真面對，還係因為所有心帶通一條安有生命力嘅水準，五橋村總係還會有春光。地灣閩南片16公里遠嘅中寮林邊地區，因為長期抽出地下水，甚至到地層凹下去嘅。電測是推動韓國設計太潮州人工湖地下水補助計劃，同暗流水設置拿來利用。
林边溪是屏东县非常重要的河溪因为林边溪集水区里面降雨量非常大，但是它每次台风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泛滥。所以为了让林边溪上游的水能够补充到地下水库去储存，减少泛滥以及地层下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大潮多地下水人工补助计划，让洪水资源化。那地下水库如同千层糕一样，它会跑到各个含水层里面去补充下去之后，地下水位抬升了，缓和了沿海地区的地层下陷。那这个是我们大潮多地下水人工补助计划的进水口，我们可以引进林边溪大概116立方公尺每秒这样的一个水量。因为林边溪的浊度、含泥量非常高，所以我们用离心力的原理，让它能够有一个弯曲曲度，来把这个沙水分离。好的水进入到湖区，浊度比较高的水，我们把它排回河川。等测试一成人落成研究安排管理怎样的治水用水，其慢慢同前辈传下来嘅水利智慧相属下去。为太潮主人工府发挥长远的作用。荷兰他们对抗水患以400-500年的经验就到了荷兰去练水利工程。不要把水看成都是水害。冰测试的试就是读书人要把这个水这个科学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开发好的水源让民众能够喝到健康的水。台湾有丰富的水资源，沙又会欠水欠到动厉害的所在。作水库解决了倾倒用水的问题，也产生了分配唔匀的难题。也按多年来，暗流水的开发同利用发展到更来更好，也是20年来啲水资源应用方同重要的发展。不但继续来催展，咁样台湾就会係前向往途，替代流水長長久久，長長蒼蒼。